全台湾目前是有10000多人等要换器官，但邮寄的是上介济，占7成。卫福部就表示讲，即暂时有一寡负面的新闻影响到捐器官意愿。即阵卫福部是已经结合健保资料，比对抗白体药的名单来掌握国外非法换器官案件。28岁老先生，第20岁时阵，因为患病接受做血干细胞移植，所因为并发症致死，气功能衰竭，面临生死关头。好在在第24岁时阵，等到肺脏移植机会。等待的时间真的非常漫长，然后也很庆幸，就是真的有等到，就是当下就觉得哇，真的是我吗？卫福部官网资料显示，目前有11636人咧等器官移植，其中邮寄8800多人咧等详细。去年北部病院发生器官流程证据，甲最近换肝明显单摇哩，中介病人海外器官移植遭到肺胶等负面事件，互大家对器官有负面印象。卫福部表示，已经比对健保资料，若是伫台湾无器官移植记录，所有相关向后等整合境外器官的情形。你有在海外移植，你就一定会用抗排斥药，没有在台湾有移植记录，因为我们每一笔都有记录，这一勾稽起来就会，你在哪边？所以这样子勾稽起来有很清楚的，在哪边移植的，像这样的历程，其实就可以杜绝。政府需要所做的事情，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，除了法律必须要去阻绝一些非法的行为，这个所谓的防弊之外，更重要的，我们也能够借由政策的宣导，或是做政策的制定，而达到心力的作用。器官病毒中心董事李明泰分析，器官捐赠的强势平衡，唔那敢若是有一进一出安尼概念，是透过预防、健康管理甲治疗，互大家避免器官衰竭。另外，对需要移植的病人，是不是伫适当时间点得到配合，资源分配管理也正重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